新手終於要比賽啦，咁第一次比賽點算呢？第一次比賽呢，緊張係正常嘅。你嘅目標呢，唔係一定要贏，而係要打出呢平時自己練習嘅水準，做到呢，咁就已經贏咗㗎啦。以下呢，有幾點要注意，第一呢，就係唔好臨急抱佛腳啦。比賽前一兩日呢，唔好再學新嘅技術，輕輕練下腳步、發球，保持手感就夠啦。因為一個新動作呢，由諗到去到自己做到呢，起碼要幾日，甚至要幾個星期㗎。因為如果比賽前一日先學嘅話呢，身體根本就唔適應，一緊張呢，就會打回原形，只會亂上加亂啦。第二點呢，就係要瞓好食好啦。前一晚呢，要記住瞓覺，而且呢，比賽前呢，記住唔好食太飽，而且要食啲易消化嘅嘢，亦都可以帶多支水同埋少少零食，例如香蕉或者運動飲品。因為呢，如果瞓唔好嘅話呢，你嘅反應能力呢會下降，而且會增加受傷嘅風險㗎。第三點呢，就係要提早到個比賽場地，最好呢，要提早半個鐘到。睇下個場地，適應下個光線，然後慢慢熱身。記住啊，唔好趕頭趕命。去到比賽呢，記住要專注自己，唔好理個對手啊。記住呢，唔好諗對手係咪好勁啊，淨係諗自己練過嘅嘢。例如呢，正反手打對角，發球穩住節奏，對腳記住要喐啊。第二點呢，就係每一分都係新開始。打失咗呢，就拍下自己個大髀，同自己講，下一分再嚟過，唔好俾上一分拖住啊！最後呢，就係記住享受比賽嘅過程啊，唔使諗輸贏，贏又好，輸又好，諗翻自己打得最好嘅一分，同最想改善嘅地方。